这幅画。佛说因果有我不由他，我在前世种下彼岸花，今生花落还等你回答。我问经书情缘的解法，情能谈我看不穿真假。我把木鱼敲了3万下，却敲不散对你的牵挂。我问经书情缘的解法，情灯谈我看不穿真假。我把木鱼敲了3万下，却敲不散对你的牵挂。तुझे लेते दोवाली